你听说过的最长的节日多久过一次？今天是我们13年的古藏节。在我们苗族有一个节日13年才过一次，有的地方甚至长达40年。它就是在贵州雷山巴拉河一带苗族人心中比过年还神圣的古藏节。可能你会说，古藏节这几年不是在网上经常看到有苗族人过吗？那是因为不同苗寨的古藏节其实轮回年份各有不同，时间也各不相同，13年一半，一半半3年。苗族古歌传唱，枫香树孕育了蝴蝶妈妈，蝴蝶妈妈生下了12个蛋，孕育了万物。所以信奉万物有灵的苗族人相信，用枫香树制成的木鼓里栖息着祖先的灵魂，到了一定时间要去祭鼓、请鼓，祈求祖先神灵的保佑，风调雨顺。早在2006年，古藏节就被列为了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今年轮到了阿道姐家过古藏节的第3年，我们三苗网一行团队受邀来到了凯里3棵树白底苗寨，体验古藏习俗。3月13日是白底村古藏节进客日，是接姑妈和亲朋好友的日子。来自4面8方的亲友挑着礼物前来过古藏，看他们挑礼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标配的有鱼、酒、糯米、鸭子等，有的甚至连冰箱、电饭锅、板凳都扛来了。当然，虽然你挑了这么多厚礼，想一时半会找到主人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还要先过12道蓝门酒。这12道蓝门酒都还有好听的名字，一道道喝完，你就能体验到什么是最苗香。蓝门酒喝了半天还没有喝完，苗家人真的是太好客热情了。来苗寨不仅考验酒量，也考验体力。喝完12道蓝门酒，你还要爬上很高很高的山。反正我自己是被团队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我们上午先跟姑妈潘小妮去了外婆家喝蓝门酒、接红围巾，下午到了阿道姐家，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，红纸满地。阿道姐家摆好了长桌宴，长桌宴上摆的是客人自带的鸭、鱼等食物。热情的阿道姐还唱起了迎宾歌，吹起芦笙，为4面8方的亲朋好友助兴。趁着夜间的万家灯火，人间难得此团圆。5一的古藏场依然灯火通明，苗家姑妈们带着大家一起围着篝火欢快而舞，一个比一个嗨。然而这仅仅是这场盛会的开始。白底古藏节持续到3月24日，后续还有大家熟悉的跳芦笙、桃花带、斗牛、姑妈篮球赛等活动。在所有的客人们回家之前，主家都会给客人们回礼抬猪腿，猪都是古藏节第2天一早提前杀好祭祖的猪，非常神圣且有分量。所以以后你哪个苗族朋友打电话给你，叫你来抬猪腿了，千万不要错过。